什么？哎，什么？加起，好起。加，里面没有。饭呐，哎，饭呐。哎，那鱼哦，那老鱼，嘛个，这系嘛个东西，你看。哦，去按到按轴，叫按轴念。两个穷汉念，按轴，哎，那好，按轴，好，刚刚看，吃饱吗？我们去那里。笑哈哈，把功夫洗了，把功夫洗跑又跑，小爷爷耳鼻又太大，你也把功上，心意来成书。剪豆会错下来哦，剪豆赛，哪赛会错下来？小 Q 还有。
概100年前吧，就是有桃竹苗的那边的客家人就说来哦，我们来这边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地方，来这边来，我们来开垦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就是有桃竹苗那边有很多的家庭家族迁移来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全台湾客家人聚落最多的地方，就是凤林镇啊。大顶是为大家献机，看抖音，天顺，大顶是为大家献机，看抖音是白讲。今日就欢喜吗？讲一下客家东站的备开始。客家东站的。那接下来就是豆浆的客语喽。我数到3哦，1、2、3。这个。你可以大声一点。聊只嘛就讲聊只声，哎，那你讲一下。你要讲下台上调。跳嫩。然后我说对吗？好。原本好些吗？好戏。好，站到。好。冰蛋，这是石头。那我们记得哦，不管说你今天是把石头或冰蛋，一次只能放1颗在里面。你放2颗、3颗，它其实只是变了更大的圈，它并不会因为你放了5个、10个，它会出现10个圈，都不会哦。所以是东南州，系啊，咱美丽老师教的啦，系啊，下水头，地图动动细，下水道里头什么东西都有，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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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多那些，还有什么裸厨，还有个大概蟑什么？蟑螂、披萨的，那还有什么？地肚哦，裸厨哦，还有没有？有喵吗？有吗？冇，有有吗？有哦吗？啊？冇可能哈，没有哈。还有吗？快看
讲好谈，就是家里喊家写了一本恶喏唔讲廿ain't嘅书。伊就讲，俺有一只当来从个介只诶，俺用过5年哦。所以佢老官人喊过来，伊就伊老来从个介只诶先到来，官人是介入门。